以後話前慢嗰陣快，你點停咗嘅三隻六，如果係七前後點話？兩隻連交點三隻，交叉點六佢兩個出係啦。第四個咗咧四點都係三隻，打開五六，擺翻前邊七八五兩一段，佢分拆一兩二三零四零合同八點六七八點二後前三零四五六後前七零八，一搭用一二三隻，都六七八一三零二踩三零四。向11點踏咗，再踩三個呢邊喎，左踩708，兩個2、3、4、5、6、7、8，向翻12點6、2、3、4，先嚟攞個6，再嚟7、8、慢，快點完咗。第一同第二嘅校長12121，啱先做個音坐低加數6、7、8第三段，右轉右1定2，女講翻我頭先，左邊6、7、8，左轉左13我頭先，右邊6、7、8，右手用3邊，左手用3。落嚟係4，校轉又去咗6、7、8，再嚟校轉4、2、3、4、5平用搖啊7、8係翻第一段，拍子第三行第一段，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做埋呢一次音符以後唔要啦，呢段可以教就。3個基本操行1、3點，後前前後去收集，跟住6點2、3、4、5、6、7、8，跟住3、2、3、4、5、6、7、8，又記得喺呢度第四個下間工作12點打開1，收埋2，舉手3，坐埋4。前後前6，左勾7，上到8，交叉轉方向1、2、3嘅，完咗第一段呢個間就交叉之後啦，4、2、3、4、5、6、7、8、1、2、3、4、5、6、7、8、2、3、4、5、6，啱前後點嘅2、3、4、5、6、7、8，冇喐啦，打開收埋，手坐前後前後包圍住前，跟住又係打開收埋，手坐前後前後包第三次，做完3個之後，4、2、3、4、6、7、8，再向前1、2、3、4、5、6、7、8、2、3、4、5、6、7，前後點開始全部完翻，即係將第一段彈下個咁後搞完啦。間奏數字針交叉，打開三行舉收咗前後口，嘅時針病嘅第一段直接可能學住你辦法。